最近台南市各区扩大筛检站陆续来启用。6月9号下晡1点半，台南市药师公会甲医师检验师公会理事长共同透过线顶直播的方式来甲大家示范片讲的快筛流程，对快筛人员的装备甲快筛过程中所需要采集的鼻腔黏膜样本，拢有详细步数说明。我们今天所做的那个 COVID-19 的快筛，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有很多是没有症状的，第二个是隐形，没有症状是隐形的，所以说全部要做那个核酸去理 PCR 的话，真的有点困难，所以我们才用这种快筛来做处理。这快筛的话，可以大众都可以来得很快，像从刚才这样挖了鼻子之后，5分钟之内就可以知道它是阴性阳性的。但是我们医师是可以做，但是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医师来做判定，到底是阳性阴性。透过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医师检验师公会理事长潘显堂替大家做一个完整的快筛流程示范。感谢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在这一次端午节呼吁所有返乡的民众跟游子都能够到快筛站去筛检你的那个新冠肺炎。那目前以台南市政府编列所有的预算来鼓励所有的人参与，那是免费的。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台南市的游子或市民能够尽量去筛选，快筛保护台南市，也保护你自己。药师公会理事长吴正明表示，这摆疫情对台湾各区的影响拢真大，拄好搁拄到肉粽食的年假，理事长要特别甲大家讲，若无紧急的需要，就先留伫咧原所在，尽量莫移动。如果若有必要一定要转去故乡的话，就要加利用筛检站。伫转去到厝之前，先确定家己是毋是 COVID-19 的阳性传染者，透过安尼来维持家人甲大家的健康。台南新闻刘品言跟采访报道。